據報，美國國務院有官員指控中國人工智能模型 DeepSeek 深度求索，協助中國解放軍同情報部門，並試圖透過東南亞空殼公司取得受美國限制出口嘅高端晶片。深度求索暫時未有回應。中方因一貫反對泛化國家安全概念，堅定維護中國企業嘅合法權益。喺1月突然冒起嘅中國國產人工智能模型 DeepSeek 深度求索，憑住低成本、高性能嘅表現，震驚全球科技界。外界甚至將佢同美國人工智能模型，例如 ChatGPT 作比較。路透社星期一引述美國國務院資深官員報道，美方質疑總部設響杭州嘅深度求索，長期支援中國軍工同情報單位，包括曾經向解放軍嘅研究機構提供技術服務，又話從解放軍同埋相關軍工單位採購記錄當中，發現深度求索出現超過150次。報道有引述美方官員話，深度求索試圖透過東南亞空殼公司先接觸當地嘅數據中心，以避開美國嘅出口管制，再遙距獲取美國嘅高端晶片。不過美方官員未有披露深度求索係咪成功繞過美國管制，亦都冇公開空殼公司嘅詳情，只係話深度求索曾經接觸大量嚟自人工智能晶片商 NVIDIA 輝達嘅高端 H100 晶片。2022年，美國當局將 H100 晶片列入出口管制，防範中國利用佢去提升軍事實力，或者喺人工智能競爭上超越美國。輝達發聲明話，唔支持違反美國出口管制或被美方列入管制清單嘅任何一方。路透社話，未能夠核實美國相關官員嘅講法係咪真確，有引述輿論話，美方似乎認定深度求索被誇大實力，嚴重依賴美國技術。中方喺過去一直強調反對泛化國家安全概念，將經貿同科技問題政治化，將堅決維護中國企業嘅合法權益，並敦促美方立即糾正保護主義、單邊霸凌嘅錯誤行徑，停止打壓中國科技企業同埋人工智能產業。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道。